大家好，今日介紹24節氣中嘅立冬。立冬不僅標誌住寒冷嘅來臨，仲係自然界萬物收藏嘅時節。隨住氣溫下降，好多生物會進入冬眠狀態，以抵禦嚴寒、養精蓄銳，為來年嘅春天做好準備。根據《黃帝內經》嘅記載，冬季嘅養生法則係閉藏，呢個意味住喺呢3個月裏，我哋要好似自然一樣，減少外界嘅干擾。水結冰，土地凍裂，呢個係自然進入沉寂嘅時刻。我哋嘅人體亦都應該保護自身嘅陽氣，避免過度消耗。在生活上，我哋應該早睡晚起，尤其是喺冬季，最好等到陽光出現之後再進行戶外活動，咁樣可以避免寒冷嘅侵襲，讓身體保持溫暖。此外，情緒上亦都要保持穩定，避免焦躁同埋不安，因為咁樣會影響到我哋嘅健康。同時，注意保暖係冬季非常重要嘅一環，我哋要着住適當嘅衣物，保護皮膚，避免寒風侵襲，以防陽氣流失。咁樣先至能夠讓我哋喺春天來臨時重新獲得活力，迎接新嘅開始。所以立冬到咗，讓我哋一齊收藏能量，善待自己嘅身心，為即將到來嘅春天做好準備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